据透露，新疆文化杂志特约编辑、新疆师范大学讲师努尔梅梅提欧马尔乌赤坤已经失踪了2年。根据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的线索，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在电话采访中证实，努尔梅梅提欧马尔乌赤坤已被捕。来自和田地区墨玉县的努尔梅梅提毕业于新疆大学，获得了维吾尔语言文学学位。从2011年到2015年，他在华东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利用自己的计算机和设计技能，设计了许多书籍的封面。据透露，他曾经因翻译大棋盘而受到中国警察的骚扰，并以威胁国家安全为借口，于2019年被拘留。中国武汉病毒解封后，东突厥散的小学和中学开始上学。中国当局还以援藏援疆万名教师支教计划框架内，开始将所谓的汉族教师转移至东突厥散。根据官方天上网最近报道，已经有170名教师从上海搬到了东突厥散，并安置在喀什地区刹车县、泽普县、叶城县和巴楚县的15所中小学开始工作。观察者说，中共在东突厥散大规模任意逮捕维吾尔人，并将他们囚禁在集中营；另一方面，将大量汉人迁移到东突厥散。所谓的援藏援疆万名教师支教计划的目的是将汉族人迁移到东突厥散，而不仅仅是支教教师。国家农业主管部门4月8日下发更新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的通知，这份对动物养殖业有指导作用的白名单明确将狗去除。中国农业农村部在这份目录的征询意见稿的说明部分中说，随着人类文明进化和公众对动物保护的关注及偏爱，狗已经从传统家禽特化为伴侣动物，国际上普遍不作为畜禽，我国不宜列入畜禽管理。不过，专家分析认为，农业农村部将狗从官方畜禽归类中除名，对进食狗肉并不能直接产生影响。国际人道对待动物协会估计，中国每年屠宰1000万条用于食用的狗。3月31日，深圳市立法机关通过了禁止使用野生动物条例，将猫狗列入禁食名单。科学界认为，武汉病毒的来源是武汉一家海鲜市场非法销售的野生动物。新加坡的学校在周3因武汉病毒疫情导致学校停课后，纷纷改用视频会议类的应用程序进行家庭式学习。新加坡教育部表示，不久前上课期间发生非常严重的事件后，现在已经不允许教师使用 Zoom 软件开设课堂。地方媒体表示，这是因为在一节地理课上，有不明身份的人进入视频流，发表不恰当的言论，并在屏幕上展示淫秽的图像。根据路透社的报告，虽然教育部没有详细说明他描述为非常严重的事件，但他宣布对该问题进行了审查，并在必要时采取法律行动。在安全问题得到解决之前，教育部禁止教师使用名为 Zoom 的程序。由于存在此漏洞和类似的安全漏洞，台湾和德国限制了 Zoom 的使用，谷歌禁止在内部计算机上使用该程序。据俄罗斯总统网站消息，普京与特朗普进行了电话交谈，双方就当前全球石油市场的情况交换了意见，并对稳定世界石油价格而达成的减产协议进行了讨论。特朗普表示，他正在与一些产油国领导人接触，并将就这一题继续进行美俄之间的磋商。此外，特朗普与普京就武汉肺炎疫情大流行进行了讨论，并评估了俄罗斯与美国采取的防疫措施，同时也谈及双方合作的重要领域，其中包括航天合作。